2025年12月20日，美國政府將會公開武漢肺炎嘅真相。大家好，我係易經人。12月17日，參議院以77票贊成20票反對之下，2026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獲得通過，只要 Donald Trump 簽署後將會成為法律。美國國會已經將武漢肺炎起源情報解密納入喺2026年美國國防授權法之內，要求解密相關檔案。法案當中，呢項條款要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同所有主要情報機構一齊進行解密審查，範圍涵蓋同武漢肺炎起源有關嘅情報，主要係牽涉中國在內嘅相關內容，包括情報中關於中國係咪曾經阻礙真相公開，或干擾疫情初期資訊流通嘅部分。在審查之後，國家情報總監必須公開，並向國會情報委員會提交未曾刪減嘅完整版本。呢個審查需要喺法案通過後嘅180日內完成。點解總統拜登會喺任期結束前預早赦免負責武漢肺炎調查嘅福奇呢？咁係咪會令人極度懷疑佢哋蛇鼠一窩咁收受咗習近平嘅賄賂，嚟隱瞞武漢肺炎嘅起源呢？自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對病毒起源嘅資訊處理方式，持續引發外界嘅強烈質疑。焦點集中喺拜登政府時期，對相關調查檔案上講大話，表面上係解密，但係就將相關證據加密封存。儘管拜登喺2023年簽署咗武漢肺炎起源解密法案，依法要求情報機構公開同武漢實驗室及病毒來源相關資料，但最終公佈內容卻將關鍵細節大量塗黑及刪減。外界普遍質疑由總統拜登主導嘅國家情報總監凱恩斯 Avril Haines 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控制情報審查留喺保密層級。國務院及衛生與公共服務部貝塞拉 Xavier Becerra 則配合法務審查，對涉及武漢研究美中科研往來嘅內部電郵進行機密封存，而喺公共衛生層面上，福奇 Anthony Fauci 被質疑淡化實驗室洩漏嘅可能性。最令人懷疑事件當中嘅一干人等，點解要隱瞞武漢肺炎源頭係嚟自武漢實驗室？所以極度懷疑總統拜登曾經收過習近平嘅賄賂，其最終目的係令中共逃避罪責，習近平及其魔鬼中共就可以逍遙法外。若果今次事情真係公開咗，習近平及其魔鬼中共政權將命懸一線，因為已經有實質性證據證明咗武漢肺炎源頭係嚟自武漢實驗室。到時全世界都會向中共追討賠償，因為賠償金額絕對會係天文數字，中共根本無力負擔。歷史上屢見不爽，好多國家為咗逃避債務，結果會引發一場戰爭，最終令債務歸零。而家就要睇 Donald Trump 啦，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今次分享到呢度。我係易經人，多謝大家。